Bonnie and Daniel 連續30年係名校區富豪山莊銷量第一名，提供賣家免費網上、電視、報章、雜誌全方位宣傳，累積30餘年龐大客戶網絡。Bonnie and Daniel 貼身嘅一條龍服務，包括出晒名嘅室內設計裝修，令你嘅物業價值大大提升。致電 The Right Ones 905-883-8888。物流集團主席兼創始人詹康順喺美國出生，大學主修航空工程，畢業之後到日本打工。1965年以1000蚊美金喺橫濱創立搬運公司。I'm very much looking forward to speaking to you because you can tell so many stories about yourself. This is where we store business documents and papers and all. 馬時亨獅子山精神，星期六晚上7點40分，新時代電視一台。早前渥太華同亞省簽署諒解備忘錄，為通往卑詩省西北海岸嘅潛在輸入管開啟大門。協議納入更加嚴格嘅工業限定價制度，又話亞省要同卑詩展開協調。亞省形容係重大勝利，但卑詩省就強調要維持郵輪禁令。各方最終可唔可以達成共識呢？時事平台星期日晚6點，新時代電視一台會帶大家一齊去了解。